政府喺舊年11月展開公共交通策略研究，考慮增加小巴座位。有業界贊成建議，指小巴座位由現時16個增加至20個，可以舒緩乘客量上升嘅問題。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凌志強話：每部小巴增設座位只需要萬幾蚊，唔需要大幅改裝小巴。呢度一個，前面嗰排行李架嗰度咧就裝兩個，就前箱嗰度裝一個，咪20個咯，咪20個咯，就唔使改良噶。不過有市民對增加座位建議反應不一。冇關係，要搭就要搭，佢幾個位都搭。如果用翻嗰個 size 加座位就唔會啦。如果架車換咗大咗，加咗咁啊，我支持嘅，因為有陣時等車都可能要等好耐啦，即係好似樓下即係49M 嗰啲要等好耐先上堂。有陣時上堂預遲咗少少時間就會遲到咯，所以如果變咗20個座位嘅話，我諗會車得多人啲，咁班次可能就會密啲，可以好容易翻上嚟咯。有區議員話唔排除透過區議會同立法會向政府施壓。本港目前有4000架綠色同紅色小巴，運輸署話將會爭取喺明年第3季進行增加小巴座位嘅研究。說在線記者顏碧珍報導。